为艺术水阁好，我将解说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人若小可有一个话，就会开始想起细汉时。会记讲细汉，阮规家人围伫咧桌边食豆。我甲阮小弟拢来看电视台咧播迄个综艺节目。较早台语管制，台语的综艺节目真有限。迄主持人你会记得袂？拢徛规排，到尾啊拢讲一句话语，讲咦爱安那。我甲阮小弟吼，两个拢会对咧念。爱安那小等下才来讲，因为阮若对电视咧讲饭无饱的时阵，阮老爸就会讲讲囡仔人唔通食教话，食饭唔通顾看电视，吼。教话，就是讲吼，你话安尼讲袂完，讲上土的讲长尻川啦，安尼吼才教话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台语另外一句词，甲教话，汉字字幕写起来要挖，毋过解说前差真大。教话还教话，另外一句词叫做加话声，做加话煞，毋知迄天我路认当着一个观众朋友甲学了，解本说你袂歹看呢。我讲无影，佫真含慢。迄是制作人，迄是节目企划团队。用心计较，好啊！你也甲制作人转达，讲我真支持恁这个节目。过阵啊，转来就甲制作人品啊。我老认同着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讲安那？讲咱解文说理，伊偌爱看，上好一天吼，甲咱播出12摆上好。安尼就是加话哩。人观众朋友是讲支持尔，也无讲播出12摆啊。毋则台湾俗语一句话讲价钱会减，价话会加。有哪有人讲价物件会减？价话会加，就是话要搬互第三者的时阵，你甲加油加醋。啊，头拄我咧讲，看较早台语的综艺节目咧讲，咦爱安那，敢毋是大家有一个印象讲爱注意哦？朋友，注意这个词安那写？到底是写顶头这两字，还是写下底才有正确？认真讲，台语的注意甲注意有正差。顶头咧写的注意，就是讲你心头爱有拍算。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，行东往西，你要有方向感。人来要甲争，要来甲你争的时阵，你唔通活起来，互争甲倒落。你第一会晓甲人嫁，会晓甲人背，也是会晓走。你家己爱有拍算，当着代志爱有注意。啊，毋过第二吼，做工课爱斟酌，唔通大意，唔通拍家闹去。人讲爱较注意咧。这两句的发音，犹原啊真接近，毋过有正差。